110年建制完成第1期的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的这个通行系统之后，我们现在今年完成了第2期在安南医院的周边的道路。这一期的计划呢是建制了10个路口，那一样是在10台的救护车上来安装这个车上的设备。那总计全台市目前会有31处的路口，还有20辆的救护车辆都有这样的设备。那如果到达的时候是红灯，它就会这个提早结束红灯，转为绿灯，让它前面的车流可以疏解，要让救护车可以优先来通过路口。那如果到达的时候快要变成了红灯，那我们会把绿灯来延长。透过这样的设计，让其他车流可以优先疏解，那让救护车的驾驶在通过路口的这个驾驶的紧张的压力可以减轻。那另外是透过时间的这个争取，也可以让救护车上的病患可以争取更多的这个救援时间。因为我们 EMT 实际出勤，我们的压力不仅是来自照顾病人，然后行车的安全也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之一啊。驾驶救护车如果要穿越红灯的话，其实不仅是要停下来，然后速度放慢，看清楚前后左右的车，还要预防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用路人或者是驾驶人突然冲出来。有这套智慧系统，我们可以更放心的直接慢慢的穿越这样子，争取一些更快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安南医院现在一天的门诊量到3000多到4000人，那急诊部分也有150到180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附近的交通是非常的拥挤。那如果有一些紧急的需求需要送到我们的急诊来救护的部分呢，那虽然消防局本身有12岛层的心电图，可以跟我们事先沟通，我们开启着绿色的通道，让他早一点去做心导管或取栓的手术。但是呢，如果交通时间延误而造成多了30秒、40秒甚至1分钟呢，让这些民众在整个救治以后的这个预后会变很差。也期许这么好的设施可以发挥到所有台南市的37个行政区，包括所有医院周遭。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2年前110年的时候建制的第1期的智慧交通号志的这个部分可以让紧急车辆，包括救护车、消防车，还有包括这个大型公车，他们的通行的时候能够优先取得绿灯的这个号志，能够让他们通行更顺利。经过2年的实施，我们统计的结果有效的帮忙紧急车辆争取了40秒的这个通行时间，也就是提早40秒到达。那道路这个通行的顺畅度也增加到94.5%，因此对于实质上，这个不管是紧急抢险的伤患，或是紧急救灾的消防车，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不要小看了这40秒，往往是生跟死一线的距离。因此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既然实施状况是很好，然后而且是有效的抢救了人命，维护了民众的健康，我们会更努力的扩大实施。那接下来我们几个大医院，包括市立医院，还有其他的医疗院所，我们在经费许可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也希望说逐步的推动，能够让这个民众健康得到更大的维持，那紧急车辆的通行得到更大的顺畅。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12月6號禮拜3中嘉台南地方新聞。迎接新年，市府勞工局特別進行連下行銷，市長黃偉哲來到記者會，推銷庇護工廠的禮盒，歡迎大家踴躍購買。但是勞工局所負責的庇護工廠，就是訓練也無多到一般職業場所的身心障礙者，不用因一技之長，早一天會當投入就業，改善經濟。特別是疫情過後，每一個社會福利團體都賣力行銷，
希望校园的努力被社会看见。像我们的坚果塔、凤梨酥，以及我们手工饼干，还有好吃花生包包卷跟牛轧糖，都是充满着台湾的风味。我们希望透过疫情解封之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庇护的产品。其实他们在跟外面手做的都是一样的好吃，然后也是都是有透过政府的把关，我们都是有安心的验证过后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透过2024年一起迎向龙年行大运。在疫情解封之后呢，那我们庇护工厂也必须要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忙。那也希望大众能够一起来支持我们喜憨儿所制作的产品，那共同来响应。那也多多关照喜憨儿，那也多多帮忙喜憨儿的庇护工厂。市府为了让大家知影因的产品甲年节应景的礼盒会当提早落单，市长委托嘛以教育的单位来宣传代言，同时率先落单，希望大家踊跃预订，感受产品的爱甲幸福感。年是要过的，菜也是要买的，但是如果跟我们庇护工厂订购，那特别意义特别重大哦。那当然，我美食大家都喜欢吃。那我今天特别讲，这些庇护工厂做出来的绝对是水准以上的，哦，觉得 CP 值超高。那爱心值爆表 ，CP 值超高，觉得特别好的，哦，特别谢谢拜托大家一起来。宣传会中，除了结合庇护工厂的好内容互利，经发局嘛提醒会当参加台南购物节的抽奖以及所得，欢迎自用送礼，分享满满幸福。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国内出名的自动保险机工厂伫台南举办第2届百城英雄联盟新品发表会，现场邀请超过200位业者，共同见证产品的进步。由百城机械甲台湾烘焙产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第2届百城英雄联盟新品发表会，结合联名的精英团队，有德迈、丰盟、东方酵母工业舒适会社、定关物料的大厂，并且借重南桥优质的大力支持，提供技术方面的指导，共同为客户展示市场流行的产品。大家分享的是爱上莓果饼。那么这个产品呢，我把它取名是什么？这个生活休闲的伴手礼饼的内容呢，我们分3个这个步骤来跟大家做报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层呢是这个表皮的部分，那第2层呢是这个水果豆沙馅，第3层呢是莓果馅。那么这3个组成呢，这个我们把这3个这个不同的层次。现场出席的除了联名的厂商，包括整合顶的油的米粉、油脂、馅料、甲包材等大厂，还有台北市糕饼商业同业工会、甲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等。现场并且展示研发的各种多层次的糕点、有贝果以及冷冻食品、包仔、甲18折的摊包等产品，丰富的展演内容。吸引糕饼甲冷冻业者前来，场面盛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台南400，由台南在地歌手谢明玉加大基联手打造主题曲《慢慢变台南》MV， 有实景又放假，要来互大家感受到府城的美好。以古早地图甲外海专家进入台南，点出台南海洋甲世界的历史。这首台南400主题歌《慢慢变台南》MV 正式发布。MV 当中透过镜头，用虚实穿插的方式，行遍台南的自然风景、巷弄街道甲历史古迹，同时邀集台南青年到当地观光景点跳舞，展现台南文化热情。有我以前写的行五条港，还有大基的台南人。其实背景音乐里面还有安平追想曲，还有南都夜曲，就是有台南的歌，我拢也放伫咧内底。因为台南400当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融合。那这个作品其实反映了一个台南400很重要的精神，既有台南的这种传统的韵味，然后又有一种
创新的前卫。这首歌由出身台南的歌手谢明佑甲大基两人对着台南的共同记忆所创作出来，怀古风杂交的编曲，佮将台南牛肉汤、三马行为等在地美食加入去歌词，互人印象深刻。其中特别趣味的部分是歌词内底一直唱着的这个字。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属于台南的气口哦，那相信这个所有听的人一定会一下就会有会心一笑。文化局表示，这次特别制作台南400主题歌 MV， 希望透过影像加强大家对着台南400的印象，用两位歌手的歌声，家己斗阵台南世界交杯的行列。主题歌 MV 已经伫 YouTube 以及网站顶端发布，欢迎大家去收听。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了迎接台南400，德光中学地理课以中西区做地点，办理实地调查。学生不只有访问、联署，佮邀请民意代表共同讨论，来更加了解家己故乡。德光中学地理老师创意发想，将学生依照专业进行分组，分别伫水仙宫市场、林百货、甲孔庙商圈等台南观光胜地展开实地考察。大部分的学生也都是住在中西区哦，所以他们就以他们住家附近的这一个地方议题作为这一次地理实查的发想。那他们平常甚至是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来进行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真的自己来走过，就会发现说，其实跟课本教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深入是各个小巷，然后我们可以去访问各个居民啊，可能填个问卷，然后什么，然后可以跟当地的居民聊天，然后了解说他们最真实的感受。德光的学生各自发挥专长，以问卷访谈的方式调查，听取民众观光客等地方声音，将收集来的问题呈现给民意代表。这已经过很久，可能已经过10几年、20几年，他们也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改善，就是要改善，好像每次就是做还是没有一个结果。渐渐的，因为这是环环相扣的。你说停车位的问题没有办法马上解决，那我们就逐步来调整。学生以孔庙府中商圈的周边环境为例，提出交通、行人路权等问题。议员蔡宗和特别前来，甲学生面对面做探讨，给因专业的建议。看的点已经是非常到位了。第一个，他已经点出停车；第二个，他也点出行人路权；第三，他也点出这个违规的事项。那违规，他也不是只有单纯讲违规，他有提出他的建议的方向，就是在我们的开山路那边要强化这个标示。学生经过4个月努力，总算完成地理视察，相当无简单。德光中学指出，研究成果当中也包含影响发展目标，希望借着这门课程，增加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达到社会实践的能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一名70几岁阿伯，疑似主动脉瘤破裂，送医急救，发现是稀切插破食道甲主动脉，引发败血性休克，胃肠出血，手术3解才救回一命。基比病院心脏血管外科的医师吴医璇表示，因为食道的位伫主动脉的头前，如果食道严重的穿刺，恐惊会造成主动脉高压的血液透过小连接的瘘管灌向食道，造成大量的出血、败血性的休克等。亲像这名阿伯，因为去予鱼刺割到，第一时间无看医生，结果造成主动脉食道瘘管差一点就无命。以这病人来讲，他也自己有问到病史，是说吃了鱼刺之后1个月的时间，他都没有去处理，所以这段时间一个尖锐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食道管里面，
在那边磨蹭啊，然后慢慢的就磨伤，甚至就穿刺出去，所以大概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凶手应该就是这个1个月前误食的鱼刺没有错。那么在处理的方面呢，为什么要先做这3阶段？是因为传统的小伤口手术是放支架，支架置放对病人来讲，相对他的伤害是最低，然后速度也很快。所以在这种已经知道在大出血的情形，放支架可以迅速的稳定病人的生命真相。那么在放完支架之后，为什么要移除呢？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这个鱼刺是从食道穿出去，然后再刺破主动脉，其实这都是脏的东西，那它会造成这个主动脉。这个局部本身主动脉开始会感染发炎，那么里面的人工血管就是我们刚放的支架，它也是会因为这样子被感染。所以根据之前的文献，如果只做这样的手术的话，病人这个感染这个洞会越烂越大，终究还是会病人还是不治死亡。所以目前存活率比较高的方式就是我们只是先放上支架，让它挡住出血，然后让它先撑下来存活，之后再好好的给予抗生素治疗，做一个好好的一个术前的计划，然后我们再帮病人做完整的把感染源全部清除，所以要把那一段烂掉的食道完全清掉，再把那一段的降主动脉，跟传统的开胸还要更激进一点，是要把连整个主动脉的部分跟那个里面的支架是全部都要拿干净，之后再用大量的生理食盐去冲洗患处，让局部患处的菌量数减少，这样子才有机会可以让病人争取让他感染部分获得控制，才能够活下来。经过第一阶段的放支架，到传统的开大刀切除食道，到后来食道的重建、康取好，前后大约经过1冬的时间。医师表示，主动脉食道瘘管是一种危险生命的急症，更加是误食异物造成死亡率上悬。根据国外的文献，就算经过这届的手术，存活率嘛只有60%。因此，医师呼吁，如果误食异物，千万袂用大喙来吞饭，应该赶紧就医，避免物件愈囥愈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度全国学校民俗体育比赛，台南大学得到7届冠军，甚至摕到王者之势。到底台南大学的创意宋江镇有啥物特色？透过报道，咱做伙来了解。成立超过30档的台南大学民俗队，2009年在受教育部委托成立民俗体育发展中心。其中创意宋江镇的陆续摕下7摆全国冠军，并得到上悬荣誉的王者之势。当然，所有的创意背后一手栽培体育系教授蔡宗信认为，是师范学生的素质以及骨力练习，依照传统不断优质化的成果。台南大学是师范学校，所以素质都非常好。他们会一直去优化，跟这个加入这个新的创新，但是依循传统，所以表现出来会感觉比较优质，所以会跟普通的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让民俗体育能够渐渐的登上舞台经由这个师范体系的一个提倡跟优质化然后让各界还有这个学校学生所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台南大学民俗队嘛，因为是比赛常胜军，所以暂时需要请到湘西国庆等国内外大型庆典来表演，相当无简单。同时，为了让民俗技艺甲传统文化伫全国各地来传承发展，民俗队的毕业生多数拢会从事教学，继续开枝散叶。基本上是从舞龙开始，那我们曾经参加很多的庆典，包括100年的开国国庆的第一个表演节目中华巨龙，然后我们渐渐的从舞龙扩展到舞狮、战鼓、宋江镇等等，也曾经获得宋江镇7次的冠军，然后也培养很多这个民俗体育的人才，现在都在这个各级学校，尤其小学来从事这个民俗体育的活动。因有文化自身身份甲特色技艺，台南大学宋江镇伫表演的时，都来要互民众看热闹，嘛要持续教育大家来看门路。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中嘉宽屏甲台南新闻研究所举办的科技创新甲韧性社会论坛，会中分享 AI 安怎用力编辑
创作、行销、交通等等领域家己的问题。生动的画面转换与主播报道，可能全都是 AI 产制出来的虚拟动画而成，还有趣味的影片，可能也是透过 AI 生成的。这些影片资讯被应用在各个领域上，包括产官学研界，都透过科技辅助融入日常，影响力不容小觑。主持人完全是一个没有人在录制，然后完全是一个虚拟的方式生出来的，然后包括后面的图表制作，然后是透过 AI 帮自动排版、自动生成出来的。那天气的预报当然不是用 AI 生，当然是根据 Open 资料去抓取最新的 Open 资料，然后进来。所以这样子的影片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全自动的去进行下去，就不再需要有一个人力去每天去更新这样子的影片。那虚拟角色的部分应用也非常多，就是同样的这样子的东西，大家可以选择说它的这个虚拟角色，它需要是卡通风的，需要是一个比较现实风，像照片风格的，或者在中间的风格。那一样，只要做设定就可以产生不同的风格出来。然后其他应用也很多，像是更多的 AI 在自动化影片都可以做的事情，像左边这个例子，这个是透过像 OpenAI 开源的 Whisper， 然后可以让一个演讲自动的将文字，然后加到影片上面去，然后大家可能也看过类似的服务，然后把那个影片上面加上那个字幕，自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字幕编辑其实也蛮花时间。那比如说我在这个之前跟工行系我们合作一个，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个民众对核废料的看法。那我们想要知道民众是这个对核能的意见是怎么样，然后对于核废料呢要选址在什么，就是核废料放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看法。所以我们就是跟工行系还有这个台电做了一个合作的研究。那我们就去这个 PTT 啊，这个 Facebook 啊，上面搜了很多民众对于这些核废料的这个讨论的文章。那我们就要去发展一个模型去评估说，那这个民众对核废料或者是对核能发電是支持或反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当这个台电它现在的这个兴趣已经改变它已经不在乎这个永核反核了，它现在在意的是民众对风力发电选址的看法。那要怎么做？那我们要重来了我们要再收集一堆跟风力发电有关的文章，然后呢再找一些工读生去标资料，然后再训练一个判断这个民众支不支持风电的这个模型。那如果未来又有一个新的一种这个议题出现，那又要再做一个专门的模型那所以这样经常会有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对，那所以说大型语言模型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呢，它可以在不需要训练资料，那它可以去做任何它根本没有看过的任务比如说你现在问它这个核电的问题，它就可以帮你做分类；你问它风电的问题，它也可以帮你做分类。那你甚至叫它解释理由解释原因你甚至想一个新的问题去问它，它都可以帮你立刻产生一个回应我们即将数位部即将成立一个 AI 评测中心以及监管AI 评测主要是数位部的业务，那即将应该在下礼拜就会有释出相关的讯息，就是说我们会有把 AI 的产品的服务相关服务进行验测，来进行看说它是不是政治正确，比如说它会不会讲一些体字，会不会讲一些不是台湾的用语，会不会讲一些违背我们风序良俗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话，那未来各种会出现很多 AI 的服务 ，AI 的产品，那都会来到 AI 验测中心来进行验测。那这是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服务之一。那这个服务主要在对应的就扣合的第一个就是安全，我们注重 AI 的安全性，所以公部门其实用 AI 这件事情首重的是安全。中嘉宽屏携手台大新研所举办的论坛持续整天，除了探讨 AI 生成的产官学研界应用，也延伸到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治理，包括技术与法律问题、社会结构的改变、人类行为与价值观的影响。要创造一个科技与人们并行的未来，还需要大众一起来思考与面对。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6號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柯萬晶，咱再會。